大家好，我係 Hero，歡迎收聽迷離公路。嗱，大家見到題目都知啦，咁啊加拿大多倫多嘅怪物傳說啊，咁印象中平時咧都好似比較少講一啲嘢涉及加拿大嗰邊嘅傳說傳聞嘅。咁啊適逢其會啦，最近呢就睇咗一啲相關嘅資料啦，咁所以今晚又同大家咧就講下啦。嗱，成件事就發生喺上世紀70年代尾啊，1978年。咁基於私隱以及其他問題啦，唔想俾人騷擾啊等等啦。資料方面就淨係記錄咗呢事主嘅名稱，但係佢嘅姓氏就已經係刪除咗噶啦。嗱，咁唔緊要啦，我哋呢就稱呼佢做阿歐內斯特先啦。事緣51歲嘅歐內斯特同佢結咗婚19年嘅太太就一齊住咗喺加拿大多倫多市中心東部啊國會街嘅某棟公寓嗰度嘅。咁由於佢哋兩個本身呢都算係愛貓之人啦，咁所以屋企入邊亦都養咗幾隻貓啦。好啦，嗱，話說有一次佢哋呢就發現，咦，唔見咗隻貓喎。嗱，歐內斯特就懷疑可能隻貓偷偷地呢就走咗落街，咁所以佢第一時間好緊張咁呢就即刻落街揾啦。結果當佢四周圍揾緊嘅期間，無意之中佢就發現附近原來呢就有一條似係已經荒廢咗一段時間嘅隧道啊！嗱，正常嚟講，照計就應該唔會行入去嘅，因為成條隧道本身望落咧都比較暗啦，亦都唔知通往邊度。咁但係當其時各種原因啦，可能實在係太擔心定點啦。歐內斯特突然咧就心血來潮，就覺得一定咧要入去揾下。咁結果佢咧就膽粗粗咁啊攞住個手電筒，照樣咧就行咗入去隧道入邊。咁其實入到隧道之後，佢都唔敢話行得太快啊，始終環境都比較黑啦。咁點都好啦，如是者歐內斯特行咗冇幾耐，好快咧就遇到一件怪事啊！嗱，根據歐內斯特所講，當時佢咧就遇到一隻怪物，佢形容呢隻怪物嘅身形就又長又瘦，某程度上咧都幾似一隻馬騮嘅，身長大約係3尺幾4尺左右啦。咁啊，估計怪物嘅體重應該咧就30磅到嘅。另外啦，歐內斯特隱約咧就見到怪物全身嘅毛髮啊，都比較傾向於係灰色啦。咁但係印象最深刻嘅係怪物雙眼就呈現橙紅色，同埋咧就打斜嘅，兼且佢啲牙咧就勁大隻啦。嗱，當其時呢隻怪物亦都見到阿歐內斯特，咁啊仲同佢講咧，就叫佢快啲走開。跟住怪物自己就向住隧道嘅另一邊就跑咗過去啦。咁至於歐內斯特就唔使多講啦，當然就嚇到係彈起啦，唔理咁多，擰轉頭跟翻回頭路就衝咗出隧道啦。嗱，咁涉及歐內斯特嘅事件，一陣呢會再詳細講嘅。不過未講之前，首先都要補充翻一啲呢有關於多倫多嘅資料先，尤其係佢嘅水道系統，因為呢樣嘢多少亦都疑似係呢涉及嗰隻所謂怪物嘅藏身地啊！嗱，簡單講，多倫多成個水道系統其實咧就由一系列天然以及人工下水道咧所組成嘅，而當中唔同嘅河流亦都可以講話係橫跨咗成個城市。咁舉個例啦，譬如話唐河啊、高地溪啊、亨伯河啊，又或者老日河等等啦。咁當然啦，除咗以上所講之外，另外仲有其他大大小小唔同嘅河流啦。嗱，咁講到呢度呢，又睇翻多倫多嘅歷史啦。多倫多嘅前身其實呢就叫做約克，咁當年呢就由英國陸軍部嘅將軍約翰格雷夫斯西姆科呢所建立嘅。咁順理成章，曾經有一段時間呢個地方亦都係由阿約翰呢去管理啦。咁啊引入各種各樣嘅規矩啊、法律啊咁啦。咁至於點解特別要提到呢樣嘢呢？因為其實喺阿約翰未出現之前啊，呢個地區本身就充斥住無數嘅樹木同埋河流、溪澗啊咁啦。而幾個世紀以嚟，成個地形亦都因為受到無數嘅河流溪澗呢所侵蝕，咁結果呢就出現咗大大小小唔同嘅峽谷同埋山谷。咁如是者去到早期啦，叫做有人過嚟打算喺呢度建立城市嘅時候呢，就遇到相當大嘅問題。嗱，佢哋咧就發現原來要徹底消滅一條河流，以當年嘅技術嚟講啦，就非常困難嘅。
咁基於上述所講嘅原因，就導致到直至到今時今日，有唔少貫通多倫多市中心嘅水道呢，都仍然係存在嘅。只不過可能就改道啦，就被引入去一啲地下嘅山洞啊，又或者其他嘅渠道啊等等啦。咁當然啦，一般當地嘅市民對於正話所講嘅無數嘅水道以及地下溪流就未必話太清楚嘅。嗱，話說早期嘅時候喺多倫多所有嘅河流入邊啊，最大嘅河流原無意外啦，就應該屬於係咧加里森河。咁由於加里森河本身有部分嘅河段深得嚟呢，又相當之曲折啦，咁所以呢樣嘢對於有關方面市政府喺發展城市，尤其係想擴張成個地方嘅時候呢，亦都係一個好難搞嘅問題嚟嘅。嗱，加里森河或者加里森溪就源於聖克羅爾北部，咁一路呢就向住南邊落去啦，中間就經過唔同嘅街道公園啦。咁最後就融入咗去位於巴瑟斯特以及約克堡大道附近嘅多倫多灣嗰度啦。至於點解呢條水道會叫做加里森溪呢？因為多倫多早年嘅時候，溪流附近呢就有一個軍事基地，就叫做咧約克堡。而加里森呢個字原文啊，即係英文 Garrison， 正正亦都有駐軍啦或者基地嘅意思。咁所以當年呢就被命名為加里森溪啦。嗱，加里森溪最早嘅歷史可以追溯到翻去咧12000年前啊，就已經存在噶啦。咁相信亦都係源自當時聖克羅爾西部啊一座叫做威斯康辛嘅冰川啊。咁有專家咧就認為呢座冰川前後往來當地嘅地區最起碼啦都有成6萬年咁長嘅時間啊。咁期間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剷走晒附近嘅森林土地啦。淨係留低咗一層咧，估計有成200英尺嘅冰川沉積物，咁當中就包括一啲沙石啊咁啦。如是者咁咪一路去到接近冰河時期嘅後期啦。咁隨住安大略湖嘅前身伊洛灰湖嘅出現啊，就將呢啲咁嘅沉積物咧就沖埋咗一邊，結果咧就形成咗日後嘅伊洛灰湖岸懸崖啦。嗱，去到20世紀頭啦，咁啊多咗好多人嚟定居啦。無形中亦都令到當地嘅溪流就受到污水同埋垃圾嘅嚴重污染。咁基於公共衛生嘅理由，有關方面呢就必須盡快去建設一啲正式嘅下水道。到咗20世紀20年代中期啦，呢條溪流基本上呢就已經係完全被淹沒咗噶啦。嗱，雖然當年嘅加里森溪就名存實亡，不過正如先前所講啦。城市下邊嘅下水道系統其實咧仍然都係連接住其他嘅溪流，甚至乎其他不明嘅河流嘅。嗱，咁大致咧就解釋咗當地嘅環境啦，就繼續講翻歐內斯特遇到怪物嘅事件啦。咁話說，自從歐內斯特離開咗隧道之後啊，一直都唔敢話公開講呢件事啦。咁主要嘅原因就驚人哋咧會覺得佢係可能係飲醉酒啦。甚至乎精神有問題啊等等啦，咁所以咧就淨係得佢圍內身邊幾個熟人咧就知道呢件事嘅啫。後嚟就適逢其會，嗱，歐內斯特嘅一個親戚無意中咧就將今次嘅事件就講咗俾一個同事聽，而個同事亦都將成件事咧就講咗俾另一個朋友知。嗱，咁呢個朋友本身其實咧就係多倫多太陽報嘅記者嚟嘅。後嚟個記者咁啊輾轉啦，透過中間人就終於聯絡到當事人歐內斯特啦。咁就唔使多解釋啦，當然就想係親自訪問歐內斯特啦。嗱，咁開頭嘅時候，歐內斯特咧都唔係話太想接受訪問嘅。咁原因咧就好似正話咁講啦，驚呢篇報道出咗街之後，人哋咧會覺得佢傻啦，甚至乎就惹嚟一啲不必要嘅麻煩啦。咁但係記者就再三向歐內斯特咧就保證，一定咧就唔會出佢全名嘅。咁所以結果歐內斯特都應承就肯接受佢嘅訪問，就將成件事咧就講翻出嚟。嗱，咁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大致上咧正話都講咗啦，咁我就唔再重複啦。咁除咗歐內斯特之外，記者亦都曾經咧就訪問過歐內斯特嘅太太阿芭芭拉。咁根據芭芭拉所講，歐內斯特平時咧都唔係嗰啲好容易會大驚小怪嘅人嚟嘅。
咁但係事發當日，佢返到屋企之後就真係嚇到呢面青口唇白嗰隻啦。另一方面啦，以前歐內斯特咁的而且確都中意飲酒嘅，咁但係呢就已經戒咗好耐噶啦，而家就耐唔耐有啲乜嘢喜慶節日先至會飲翻2杯啦。不過重點就係事發當日佢就肯定呢係冇飲過酒咁講嘅。咁當然啦，記者都唔係話歐內斯特佢哋講咩呢就照單全收嘅。咁事後記者曾經亦都訪問過歐內斯特嘅一啲親戚啊、熟人啊咁啦。咁佢就發現基本上大部分嘅人呢都傾向於相信歐內斯特所講嘅嘢。時間就去到1979年3月啦。當其時歐內斯特就連同《太陽報》嘅工作人員啦，咁一齊咧就翻咗去事發現場，咁打算係實地咧就考察下啦。咁首先隧道嘅入口其實咧就位於一條長走廊嘅盡頭，而呢條走廊本身就喺歐內斯特住嘅嗰棟公寓同埋另一棟大廈嘅中間嘅，咁所以就話遠唔遠啦。咁如是者歐內斯特就帶埋成隊人就翻咗去入口嗰邊。咁話說去到隧道口附近嘅時候，佢哋咧就揾到一隻貓嘅屍體。當時條屍體有一半咧就埋咗喺隧道地下嘅。如是者歐內斯特同埋工作人員就行翻去對上一次遇到怪物嘅地點。咁雖然當時咧就見唔到有怪物，不過佢哋沿住條隧道行咗一陣，就發現呢條隧道本身咧好明顯就唔係屬於水平去嘅，因為行咗冇幾耐，成條隧道就已經係咧直線向下降嗰隻噶啦。咁佢哋亦都懷疑呢條隧道應該咧都幾長下嘅。根據佢哋當時嘅推測，呢條隧道落到下邊之後啊，極有可能咧就連接住成個城市地底嘅下水道系統嘅。咁至於歐內斯特當時遇到嘅所謂怪物啦，或者神秘生物，應該咧就透過呢條隧道就喺地面同埋地底咧就往來。咁但係點都好啦，先唔講怪物嗰單嘢先啦。咁其實當地有細路，如果揾到呢條隧道又貪得意啊，走入去玩嘅話呢，咁某程度上都幾危險下嘅。始終入邊就黑麻麻啦，同埋唔小心嘅話，分分鐘呢就會跌咗落去下邊啦。咁所以結果歐內斯特佢哋亦都有通知翻呢多倫多渠務處，就希望佢哋可以去跟進同埋呢檢查下條隧道，就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啦。無可否認嘅係有關於歐內斯特嘅事件的而且確就比較奇怪啦。如果跟翻佢嘅講法嘅話，呢隻生物仲識得講人嘅說話添。咁但係點都好啦，事後多倫多渠務處嗰邊對於今次太陽報所報道嘅怪事啊，嗰個反應呢就反而係比較出人意表喎。照正常嚟講啦，咁你講話嗰度有怪物，咁照計最起碼渠務處嗰班工人啊，可能呢都會笑佢哋戇居啦。咁但係最奇怪嘅係，今次嘅情況咧就完全唔係咁，相反有工人肯接受訪問之餘啊，更加咧就講話，其實地上生活嘅人根本就唔知道地底嘅情況係點嘅。簡單講，下邊根本咧就完全係另一個世界嚟嘅，甚至乎先唔講話怪物啦，下水道本身其實咧就真係有人住嘅喎。咁至少美國紐約嗰邊嘅下水道就證實咗呢樣嘢先啦。亦都有另一個工人咧就講話，雖然佢咧就唔知道到底歐內斯特當時遇到啲乜啦，不過肯定嘅係，假設真係要落下水道嘅話，佢就咧唔會一個人落先啦。咁睇翻晒成件事啦，相信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假設歐內斯特所講嘅說話係真事啦，而呢隻神秘生物亦都住咗喺地底，咁先講啦。咁到底呢隻屬於係乜嘢生物嚟嘅呢？就今晚講嘅多倫多隧道怪物事件，咁外國有專門研究所謂 Unidentified Mysterious Animal 啊，簡稱 UMA 未確認動物嘅專家，根據太陽報當年嘅報導，對於生物嘅描述啦，同埋歐內斯特所提供嘅資料，再重新畫翻出嚟嘅假想圖去推敲嘅話，咁有專家咧就得出咗一個講法，一個理論。佢哋相信極有可能呢隻怪物
同另一隻傳說中出現喺中美洲啊，甚至乎南美洲啊等等嘅神秘生物呢，就有相類似嘅地方。嗱，講緊嘅呢，就係卓柏卡布拉啦。咁相信對於一啲中意聽神秘生物嘅聽眾朋友嚟講呢，聽到卓柏卡布拉應該呢就唔會感到陌生噶啦。嗱，雖然涉及卓柏卡布拉，坊間呢都有唔少嘅版本傳說啦。不過唔緊要，唔同嘅版本都好啦，始終咧都有一啲共通點嘅。咁簡單又講一講啦。嗱，首先卓柏卡布拉呢個名或者呢個字啦，原文其實咧就屬於係西班牙文。咁照字面睇嘅話，就分別有吸絕同埋山羊嘅意思喺入邊嘅。嗱，假設照呢個解釋去理解呢隻生物嘅話咧，生物本身可能係一種咧專食山羊嘅生物嚟啦。嗱，咁當然啦，正如先前所講，由於涉及卓柏卡布拉都有唔少嘅一啲版本傳說啦，咁所以咧都好難話一概而論嘅。舉個例啦，譬如話喺美國嘅西南部或者墨西哥嗰邊啊嘅某啲個案入邊咧，對於生物嘅描繪就比較傾向於似係一隻狗啦或者犬類嘅生物啦。咁但係發生喺波多黎各嘅目擊事件，有目擊者咧就繪形繪聲，就話呢隻生物似係某一種嘅爬行類動物，甚至乎坊間有個講法咧，就直頭講話懷疑係外星人嚟嘅添。咁所以你話對於卓柏卡布拉嘅外形啊，有冇一個好確實嘅講法呢？咁暫時嚟講咧就肯定係冇啦。咁但係有一樣共同性就係卓柏卡布拉就會襲擊一啲小動物或者牲畜嘅。咁又由於涉及卓柏卡布拉嘅目擊個案啊，唔同嘅地區亦都曾經有出現啦。咁所以 UMA 嘅專家咧就認為，可能地底包括各種各樣嘅水道又好，地底山窿都好啦，極有可能根本咧就打通晒嘅。咁所以對應翻先前提到嘅工人所講啦，地底咧就真係完全係另一個世界嚟噶啦。咁既然提到地底世界，中意 UFO 嘅聽眾可能曾經咧都聽過傳聞中嘅杜西基地啦，地底嘅外星人設施啦。咁除咗杜西基地之外啦，有人亦都相信地底亦都充斥住唔少咧未正式被發現啊嘅神秘生物嘅。嗱，咁當然啦，理論就還理論，實情到底係咪咁，暫時咧都未有足夠嘅證據去證明呢樣嘢嘅。咁至於最後提到嘅卓柏卡布拉嘅種種目擊事件又點呢？咁嗱，日後有機會嘅話，又再同大家咧就講下啦。好啦，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係咁多，拜拜。